来继续来看大甲妈花园，昨半暝行到中华永乐街，警方出动着1000外的警力，因为前回大甲妈的乱叫经过中华的时阵，爆发着有史以来上济届的冲突。当时中华县的警察局长彭永玲就呛讲，花田若搁来闹代志，绝对要追究到底。警方嘛真罕见，强势用断尾的方式，要互民众对伫个乱叫的后壁。 这招果然是应效，这个乱叫敢若行20分钟就快速通过了。过来警察将这个查甫驾驶甲饲伫涂骹，用速度甲这个查甫驾驶绑起来，以力量。我都要闭关都会啦。 规身躯臭酒味，酒测达是0.82，伊赛车冲入大甲妈绕境的管制区，险啊弄着人。车驶真凶吼，驶来个车单撞的人转来，就是要输赢呢。大甲妈花园行到中华永乐街，中华警方出动几千人维持秩序。通过永乐街时，警方无要互民众对立乱叫后边。有没有觉得紧张？对，因为他们怕会出事。 今年大甲妈经过中华发生有史以来上届一件相拍事件，所以讲警察局长彭永玲爱环境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，和即摆花园行永乐街创下时间上短纪录。大甲妈乱叫所到的所在，强庙一直放烟火，消防人员到现场苦抗拆烟火，引起中华县国民党籍副议长柯元良不满。你拿出来掉，你是赔得钱啊？拿出来什么意思？你超工要把它做掉就对了。 柯元良指责消防局被质疑讲是点官威，伊事后讲因为不满消防局无成通知。你无共讲共收益嘛袂使安尼，你啥物讲这条线白的，你若问无人问无，咱会白去，连问都问你共白去。消防局解释讲，当时为了安全，才将烟火甲拆落来。活动结束后会公告，和民众将烟火领转去。有关柯元良敢有点官威，消防局替伊讲话，讲可能是现场相差，对方讲话才会比较较大声。